基隆的协和电厂要去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案，引起当地环保团体咧抗议破坏海洋生态。因今日嘛出面来呼吁总统蔡英文爱表态要守护海洋，也佮要求爱互协和电厂转做再生能源。若台电是回应讲，因会尽力来保护海洋生态。协和转再生，基隆好环境。扮演总统蔡英文的保育人士骑着脚踏车经过，在地团体一句话，选立世界海洋日，来到行政院头前来演出行动剧，要呼吁最近前往外木山附近骑车的蔡总统表态保护基隆的海洋。群团不满，海岸管理法明定自然海岸零损失的原则，但4接3.0的规划却颠倒并在行。遇到开发的时候，却轻易的选择牺牲海岸，纵容台电在我们基隆市水产动植物保育区去填海造地开发。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强调，为中油3接到台电4接，政府以能源转型的名来扩地佮扩海，根本是天然气接收站之乱，呼吁马上停止违法的宽屏审查，否则将名副其实的成为行政院会变成被台电跟中油看守的内阁。台电中心协和更新计划会尽上大的努力来保育海洋生态，所以才会甲填海面积为一开始接近30公顷，大大来缩小，定存14.5公顷，会保育大海线区佮前堤区的选鹅，绝对不是生态失守。我们在整个规划已经把这个生态的保育的概念都有纳入工程设计。那我们未来一定会努力达成珊瑚的临近损失的一个目标了。当初到基隆水产动植物保育区来填海，互批评是严重破坏生态。台电强调会透过保育计划来做生态保障，布置适合海洋生物生长的空间，甲专家合作进行选鹅人工保育。协和改建会兼顾稳降电、减空污、互生态更安全4大面向。记者林王兴中台北报道。来看。